主席，各位午安。今日嘅發言嘅題目係娛樂場內有隱藏鏡頭非法直播下注，打擊此類犯罪方面嘅系統漏洞。過去數月呢，警察局破獲多個有組織犯罪網絡呢，涉及喺賭場內利用藏於服飾嘅配件，如外套啦、領帶啦、紐扣啦嘅攝影機呢，透過加密嘅射頻信號同埋移動網絡啦，實時將賭台嘅畫面傳輸俾身處境外，特別係喺內地同埋東南亞地區嘅賭客。此等嘅行為呢，並非單一事件或業餘人士所為，係具金字塔式嘅結構、跨境物流支援同埋非法收益極高嘅犯罪集團活動，嚴重影響咗博嘅徵收，成為咗洗錢同埋非法集資嘅溫床。因為呢，有關嘅資金外流完全規避咗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、KYC 及可疑交易嘅通報。此類嘅行為呢，對澳門特區作為旅遊休閒城市嘅形象造成咗不可彌補嘅損害，動搖機構投資者同埋高消費旅客嘅信心，尤其喺區域競爭對手，例如韓國、新加坡、菲律賓同埋澳洲，不斷咁提升自身科技安防。司法警察局嘅執法行動呢，雖然喺刑事偵查階段值得肯定同埋成效顯著，但係佢嘅運作嘅機制咧仍然係被動式嘅，淨係喺接獲匿名舉報、其他案件調查過程中發現線索，或者係博企保安人員接到投訴展開行動。然而咧，單純事件瓦解呢一個犯罪網絡咧，並無法重建公眾嘅信任，亦難以有效壓制嘅新網絡。特別係呢啲犯罪活動已經喺多家博企內運作數月甚至數年，而內部監控嘅系統及定期巡查咧，均未能。呢啲情況源於現有嘅技術弱點，尤其係喺貴賓廳同埋主要嘅賭區咧，缺乏能夠偵測未經授權嘅掃描感應設備。此外咧，喺人工智能應用方面咧，亦有不足。現有嘅網絡訓練嘅電腦視覺算法，以識別啟動直播嘅異常行為舉止，如反覆觸摸呢個胸口啦、可疑嘅調整領帶動作，或者係異常嘅眼神移動等嘅。博監局咧作為呢一個監管嘅部門咧，司法警察局作為刑事調查機關，應從定期巡查轉向持續性、隨機性嘅模式，透過突擊內部規範嘅執行成效。單純提交年度或者係季度嘅報告咧，喺面對層出不窮嘅犯罪技術，已經係明顯不敷所需嘅啦。必須要強調嘅係，博企嘅保安係賭場內嘅第一道防線，亦係最重要嘅人眼監察。我哋嘅市民接待處近期接到多名本地賭場保安人員嘅反映，佢個工作場所缺乏標準化、具匿名保障同埋免報復承諾嘅通報機制，無法迅速同埋去舉報涉嫌加重高利貸、非法外匯兌換啦，同埋使用隱蔽裝置等違法行為，阻礙咗對賭場內犯罪活動嘅有效打擊。我哋認為咧，現行嘅刑事法律框架，特別係關於不法經營賭博同埋犯罪集團罪嘅條文咧，並未明確將使用隱蔽陰視嘅加重情節，亦未規定承批公司喺不作為時咧係需要承擔實質連帶責任。打擊賭場內嘅科技犯罪咧係刻不容緩嘅，極需採取系統性嘅行動、宣傳教育同埋法律制度嘅現代化，方能確保澳門越嚟越大嘅競爭力。多謝。